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乐业。讲到面包啊，是我们生活之中轻重要的东西哦。不论是做主食，也是做点心，都可以，因为啊有青岛的变化，青岛种的口味。我哋第一讲睇联络啊，有一位后生朋友，其实都有一种新特别的面包，叫做酸种面包。啊，记录想讲我去买又买唔到，记录自家来去学来做。嘿，唔过安尼嘅话，佢好多好市民自家有兴趣啊，和生意的工作室来买呢。到底乜嘅係酸種麵包，佢有乜嘅特色按相應呢？今日我哋特別邀請到一個聯絡嘅後生朋友嚟到節目底部，同大家來分享紹介一下哦。馬上來分享我哋阿婆。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阿婆，我哋聯絡做酸種麵包。哇，歡迎阿婆來到節目底部喲！哇，今日啦，請到阿婆，我都想講，等一下一定有聽到好食嘅東西，因為講到麵包嘛。啊，不過阿婆，我想先強調一下我講。酸種麵包同我哋一般的麵包有哪度唔共用啊？安尼酸種麵包哦，係對麵粉加水發酵出的野生酵種。安尼這種麵包要經過很久長的時間去發酵。同安尼人家用的工廠麵包的酵母粉做係冇通用。哦，簡單來講，嗰個酸種麵包佢發酵嘅時間夠久。一般的麵包其實發酵的時間冇按長的時間，夠短安尼嘛。最簡單安尼講。不過講到轉來講，我第一講，因為自家愛食，伊個興趣去學做一個酸種的麵包。自家本身唔係學一種食品嚟做烘焙啦，本身係學乜嘅？本身係學園藝嘅，做啲原產品嘅保鮮啊、處理啊、加工那種，像果醬啊、發酵啊，那種係技術嘅研發嘅。我覺得頭都講園藝，我都想講，由於咧係唔係做耕田咧，都會研發那種工人嘅啦，都同嘅花花草草做園藝嘛，結果又學到係加工嘅喲。因為也嘛包含喺安尼園藝嘅學領域底部，因為唔係那種。後面我用來食，我用來保存，也嘛係園藝嘅研究嘅領域底部。你一開始你係畢業一開始都係做一個麵包嗎？唔係呢，一開始係特別做頭路，做啲 LED 嘅燈嘅植物燈嘅研發，睇諾貝爾啲菊花啊，呢種電罩嘅啊，像更加嘅火龍果嘛有做，呢種 LED 節能嘅省電燈泡啊。你談行來啊，唔同人家一般嘅後生人冇共用嘅，本身伊啲工作做得好好，用辦來伊啲人生人講太轉發，大轉彎，轉到轉來睇下做麵包呢？可能同我去啲澳洲打工度假有關係。唔要趕上這波潮流，去到諾貝去歐洲啦，去外國去工作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唔嘅時節去諾貝工作嘅時節，有到乜嘅神奇嘅事情，也係講。睇嘅時節發生過嘛嘅，當本人自家有一個經驗，有一個想法，好似咪而嚟做一個麵包咧。去澳洲嘅時間，你打工嘅時候做青島工作啊，像去年嘅草莓農場採草莓，嘛有去啲工廠底部做啲加工工廠嘅工人，嘛有做像啲飯店嘅打掃清潔嘅工作。哇，每一種都有做呢。如說講，看到外國人安尼做嘛，可以過生活，嘛做得親好，嘛有親有成就感。我想講，喺台灣可以做無通用嘅生活，唔係講吐出嘅親好，如果做去公司上班安尼，做一個穩定嘅工作，自家有做自家嘅興趣嘅東西安尼挺好。鼓勵好人都請投入啊，請到鄉村去做管家啊，去過慢活的生活，找自己的人生目標啦。結果對外國過來之後，冇繼續做原本的工作，反而到啲鄉村，到啲人肯定嗰邊去做嘅其他嘅工作嘛。感覺回到台灣之後，同嘅外國嘅工作，比方嚟係唔係有真是貼近自家想要做嘅事情？係，如果安尼想要睇啲鄉村底部嘅生活。所以你請啲鄉村可以做嘅工作安尼。你自家感覺去到嘅工作嘅時節啦，有發生過有乜嘅本個印象？嗰層面，因為你睇外國有青島無共用嘅工作經驗嘅嘛，佢到台灣來一兩片嘅經驗，有乜嘅無共用嘅冇？也係講個特別嘅呢？喺台灣，如感覺講台灣嘅頭家都會比較壓迫員工啊。喺澳洲嘅時間，如感覺都你因為本來你
就是一个团队安尼，大家不一样的经验，哦，种安尼，因为应该讲，是啊，10道嘅选种嘅面包，迄天有做几片的时间，听我过的时间10道嘛，安尼这边有啲100年的面包店，伊迄用传统的窑烧的，一家做酸种酵母，一家做磨粉那种的面包烘焙法，然后10道同台湾的面包都无通用啊，然后台湾面包都又油又香安尼。不过摕这边是愈咧清单纯，愈迄面包底部磨完都用完都痛，愈可以做三明治嘛个配汤这种清好食。因为迄今年外国人咧注食啦吼，所以今年无像咱台湾遐种面包可能做个偏发安度，个甜也还讲其他的香味个着，今年都最简单，就像咱是番茄用嘛吼。你摕个10道的，你摕个烘嘛？唔免呢，迄几日即家好嘅。几日即家好哦？几日摕恒春做管家有够多嘅时间啊。如像我说遐种面包清无，如可是即家好，即家去网络上请资料看原文书即家好安尼。你即家摕好差不多做1周嘅时间，才可以做出好讲，影响伫要上爱食的嗰种面包差不多花了半年到1年嘅时间。那做得出来，这才做得成像饼干呢。做嘛个有研究的时间，底部有拄到嘛个困难吗？像安尼啲酵母我用来去用，我一球要加100，我用来用，那球可以多的可以用，都要杂啲时间，无经验的法律唔对，也可以无，唔可以无，还有时间做出来的，我唔会发。边边，像安做咧法国安尼边边唔好食，口感又无，口感无，胖发唔起来安尼。安尼修个人讲个酵母菌你即个研究出来，个酵母菌剂，差不多1周的时间，才可以成功讲，看见样本太安尼成功诶。那对，差不多发到2杯到3杯开，加新的面粉去水拉就可以不以找到用，差不多2到3点钟，在台湾的话，佢用的2到3点钟，有个酵母菌才可以用的烘来，做伊个面包叫条条又讲差不多3点钟嘛，按叫的时间差不多做面团发酵酵母加进去以后，差不多5到8点钟。不过阿婆讲到转来因为你看做一个面包安非功夫，可能这个是很好嘛。因为你这个做的好细米的时候，想要来做来卖呢。因为有研究种面包对人体的身体健康很好。因为是长时间发酵的面包，种会消化会比较完整。本来是唔会膨肚有刚有很多人吃那个面包讲会膨肚，消化不良。不过是种又唔会。安神奇因为安尼，所以想讲做来卖安尼。做来试过咧，嗰时候睇恒春嗰片的时间都睇卖的嘛。有，睇恒春都係朋友亲戚买本嚟食，都出来订安尼。有的更加愈做愈大愈有青岛外片的人都想讲，嘛想要吃一种面包的物，像外国人睇恒春迄个青岛冲浪客都会吃一种面包。今年都很长的时间，都好想讲无乜嘅东西，想到可以用愈卡古香的米丝，都想来请一个面包，都红牛做，你接单的嘛吼，嗰时就接单的，有乜嘅有1道单，你都做1道，唔过安尼做得好好两班想讲转到2个人合作联络过来做呢。因为这个上爱同也酸种面包对文化在屏东去做发展，如想讲，本来摕恒春开店面，不过想来想去，迄鼓励卢卡来做安尼够长久嘛，迄本卢卡喺上前有亚种好吃的面包、健康的面包食。好彩无睇恒春开无人我食一个好吃的面包，一啲当走啲恒春嘅便宜，不过睇恒春嗰片开店嘅真是成本有100个啦吼，伊嗰片咧嘅木水啦，嗰度可能高，不过。几多人哋频道你有对地位鸦片人哋外国人冇按到呢，几多要多好喺人哋合作联络，睇
迄买遐个面包的时阵，大家会唔会一开始无法度好接受啊？一开始在上前路讲，遐面包都是去顺顺啦，没发嘿，真大个安种问题啦。我开街市以后，收过以后就讲啊，那天然的，像有的更加头摆在五宝村，你做的遐种欧式面包啊，所以更加台湾人啊，接受这种面包的比例越来越高啦。慢慢开始。其实大家同大家讲的讲，遐个面包底部有某个用板来做吼，用板好，可能遐个顺便大家就讲，遐个当真是迄天空的面包。啊，大家会讲，因为可能注射的面包，可能可能唔咩观念嘛，做唔得做注射，可能一下，你自家有用板去做偏方吼，本大家可以接受遐条纯种的面包。如针对安尼台湾人的吃的习惯啦，像安尼特别安尼外国人都是这种太辣的，这种太辣的啊，不过台湾人无是按度，安尼都做可以做成细辣的，本给缩小，如再做口味上的变化，口味上的变化，像有加的柑的果酱啊，自家做的果酱啊，像有做的甜菜根的啊，有做像咸的，如佛卡夏面包啊，那种面包，哇，去做一些变化。因为就大家可能一开始都无像外国人按可以接受嘛，因为安尼跟就研究无共样的口味，后本大家可以渐渐的来接受。真好呢！不过等一下我们来思考下先，到底遐个偏方的面包神助面包同一般的面包，到底有哪条无共样，好嘛？哇，观众朋友讲到遐边真是真想念个面包的共味啊！一直飘过来马上后人是紧留下来呢。不过等一下唔怕。等一下呢，我们几多钟呢？继续同大家来分享一个贴配又好吃的神助面包哦。当然阿婆就个贴配的神助面包，送一下给个面是用做的哦。更加继续来请阿婆等下来送一下个神助面包吧。阿婆，你带来一款按度嘅好吃的面包啊，让人来送一下给个面是好冇？第一个对哪一块是啊？你可以先对安尼全麦的100%全麦的面包的。我条件要给吗？然后用台湾的18麦的石磨面粉。等一下，要给按酱啊，嗰度，譬如个面粉的面是，结果迄人台湾自家生产的小麦。没错。人台湾还有个小麦生产哦。台湾的小麦在冬天种植一年那收一半。所以伊成本较高些。比外国进口的差不多3倍以上。不过安尼成本按高做面包咁划来？划来啦，因为像有的人讲，对日本进面粉来做，这是价是差不多。从高级面粉的价是差不多啦。不过安尼，你做嘛个会生存成本高高的，人台湾那个麻烦呢？因为安尼台湾的小麦如果食物里程够短，伊的碳足迹够少。也给你自家个精神嘛没错。第二，如果伊的新鲜度够好。第三，如果安尼选的药价伊会用石磨的方式去做面粉。磨砂没用机器没用机器，迄机器唔要迄用磨砂去磨。没像欧美的大厂的面粉在制粉的方式是无通用的，也保留了营养成分跟香气的角度。传统按你做出来的量会唔会真少啊？嘛唔会啦，因为更加用天冻的伊个制成嘛，还有伊个保证。嗰种你自家坚持去讲，一定要用台湾的面粉啊，一定要用一个磨砂磨出来的，做出来一个面包，才会有一个好吃的面食。条条按你是一个细细吼，他唔睇讲的时间，用开把一个细细的是，真是呢，吃下去有时把个顺顺的面食呢，也感觉奇怪用的，真是吃下去唔甜的人吃下去感觉有个面包饭。因为在好中底部有的乳酸菌跟醋酸菌，那只有酵母菌。看到有个面包底部啊，其实个抗韩国泰式，不过北方落的时节，佢有个挺有弹性呢。没错，那种面包啊，唔可以
扛一下，打扁了，打扁了，也会弹回来。真是，你看安很扭圆呐，安尼是轻圆、轻有弹性呢，轻有弹性的面包，轻扎实啊，所以你是一两片都薄的，唔会是轻抖。阿峰，你头都讲也个迄最基本的全麦面包嘛吼，做也个面包也共用，也个步骤有冇个冇共用冇？因为也全麦也会影响的面包的膨胀度，因为全麦比例愈高，这面包愈唔会翻，因为这麸皮会影响它的那个筋性。真是几好顺呢！安尼个能讲解再落嚟咧，除了一个全麦之外，还有哪一种的面包啊？是看看那个甘的。头都讲的甘的跟甘的嘛，也系用安尼推种冻丝的茂谷柑，茂谷柑给做果酱。披风嘞都冇共用哦，头都披风嘞迄麦粉的个香米，也个他们有个甘的米丝呢。甘的米丝。很特别，就去推种的哦，推种的冻丝安尼学妹因都较种的，因迄简要栽培的，也系共用的挺天空的甘的，哇，观众朋友，头都安尼试下伊啊，睇咧迄麦粉的香米，更加也个试下伊，也刚讲咧是甘的皮呢，冇错，底杯空心都甘的皮。难怪我都想讲，试下伊，不过吃到迄甘的个精油的米丝，系清香呢。规粒甘的去做。一粒面包不用一大粒甘的差不多还做成果酱啦，还煮成浓缩，变成果酱安尼，差不多一粒底部空25克的果酱，所以要轻果成分。难怪说下去真是马上，所以底部全部系除了面粉的香米，最太都是甘的香米。又唔会甜呢？唔会甜，因为更加年冇是安甜，安尼为着健康的取向，安尼有做有香米，唔会做甜安尼。共用一个面包啊，有保留其他个特色，是下去失败神神。冇错。大家可能是到的时间冇唔知讲一个神中的讲，一个甘的面包安厉害，底部含有甘的生米。不过有毛枪呢，毛枪甘的水果嗰种的香米。毛枪冇通用，因为那种笋米要刺激你的唾液分泌，会帮助你消化。一个挺厉害，是下一时间后来是经做得出来。我英雄色，都是英雄色。你咧前嘅咁嘅喺唔知介以前係講，嘟嘟好有認識咧年上到誒，都用其他嚟吃看下先。也講嘅係吐司的時間都認識咧，學妹因哋都較種誒，睇董事，因更加鼓勵喝茶鼓勵食，如因都做簡要栽培，蠻有得獎過哦，全國比賽好像前幾名的。安尼踩落呢，有一個特別的咁嘅，還有啲鳳鳳嘅嗰啲，有個鳳鳳嘅應該係人哋最流行嘅，更加紅龍果嗰種做出來嘛。唔係呢，又係甜菜。甜菜？唔講有個鳳鳳係用甜菜哦。也用甜菜去濃縮嘅甜菜粉。安尼喺萬丹竹林嘅有機農場裡面開發嘅產品。有機嘅甜菜做出來嘅麵包，馬上夾嚟送一下。安尼佢做出來同其他麵包有冇個？製程上有冇啲冇共用嗎？因為也係用啲甜菜粉要抓伊嘅比例不過也可以做出不同顏色啊，不同風味。要崩東西色啊，抹奶油啊，果醬味都有不同的風味。阿婆，頭先按你講其他嘅甜菜啊，我睇還有試下迄個時間，冇講過幾個甜菜，是唔多人一般人食到嘅甜菜，講過是把糙米有冇？冇錯。今朝炒到好似米醬油失敗，攤嘅個甜菜嘅糙米出來呢。迄唔係佢用做麵包紙，還有佢冇一種特別的米絲。睇迄伊咧做粉的時間有已經降低那個草味。第二路安尼，啲粉係吞麵團一起發酵的，咧包餡的方式。所以安尼啲粉有經過酵母的發酵，都會提升它的風味。觀眾朋友，講是個甜菜糙米嘅人啊，可以在上看下先有個甜菜酸種麵包哦，其他個麵包啊，真是適合於某個甜菜香米、糙米呢，真特別哦。按你話，除了也3種頭都人哋上過嘅米絲，也個喏，也個按
材料迄传统的欧洲人提式的面包，卢卡斯的都会按材料，用切片啊，做三明治啊，或崩的牛啊、桶啊那些嘞。哦，也种都一般的口味嘛，吼，像全麦的口味。也种是白面包的口味，都乡村白面包。哦，做的三明治这种特别好，特别方便。你除了这种基种能看到的，你这还工作室里边还有哪一条面包呢？我有做的意大利式的那种佛卡夏面包。哦，虾米嘿，咧像安尼一盘像披萨安尼，顶端上面呢，我们再放那个不同的香料，或者是酸桃啦，还有洋西叶啊，那种去做调味。像个是虾米，还有其他的米食的，都可以选一个。除了这个呢？除了安尼，我有做很多口味，像在港妹安尼做这种安尼变化，像有红桃味啊，关丹的红桃味哈，还有做的雷梦啊，还有洛神花，像安尼会照季节性去变化。我们家季节有做嘛的，有像有桑葚啊，那种，还有做桑葚。哦，嗰时就全部喺菜体吼，包括对面粉哦，开始都全部喺安尼台湾呢。真是quite好呢！第一排是都按贴配都全部 MIT 的神种面包。不过面粉喺咱台湾呢，听讲对底杯开始水同盐，因为也个喺做神种面包最主要的材料嘛吼。水同盐也有亲戚配去鲜过係咩啊？有哦，安尼水哦，喺屏东北大武山的山泉水，山的山泉水，系拄好爸爸妈妈因为好爬山，有去山顶方在做水几个色，啲水拿来泡茶啦、泡咖啡啦，都清好，清调，水清调，所以水质要先很好，然后天气安尼盐，盐会影响面包的风味。咁嘛跟用慢过。像安尼一般在室内的一种盐嘛，和扬州的这种，那是高钠盐，是某咪烯，用氯化钠，某咪烯，用油，是还是用咸咸啊？咸，真咸。不过安尼用的盐是安尼台湾的日晒天然盐，头白磷在晒的盐做出来这种粗盐，在底部会有微量元素，会有海水的咪烯，没精制过的，所以伊的风味会够好。你一种去调晒，人哋讲嘅传统嘅盐去对耐浸啦，更加还有吗？更加有哦，喺嘉义啊，喺台南有得重新再回来做的盐场。你都恢复传统的日晒方式啊，你都像你的盐我有分很多种，有的喺冬天呢可以采收这种雪花盐，这种。嗰种你喺现存的时间睇。开始到做面包的时间，你都坚持一定要全部包括面粉、包括水、从盐全部都喺台湾自家生产呢。冇错。哇，你看盐都对当对现存最南边哈到嘅台南港义嗰边以前，当前得到。一开始安尼睇现存係用车城后湾这边的珊瑚盐。珊瑚盐。因啲海水推风打起来，睇咧珊瑚石上面有咧洞。它自然晒干的不用去吃盐去找哦。你有个量吗？量清色啦，拿来煮的桶啊、鱼汤啊这种清好色，真有调味。你不是去海水呢？去搞的时间冇注意到，因为海水打上来吼，睇个三条蛋糕，佢都吃下嘢啊，都冇诶，一个盐用板去，那咋个？这都天然的晒盐池啊。都在珊瑚礁在大池洞上面。cái sáu條蛋糕有咧嘟嘟好，有咧闊，水打上去之後，本佢點樣睇嘅曬下，那有冇嘅量咯？你冇量啊？不過也米其林的餐廳的廚師請我。唐風來請高級嘅鹽呢，嗰時候還有蝦米？貴到人哋屏東那邊來嘅時間，真是嘅量要睇時候，將去請伊咧取代傳統製鹽，用接近呢，用台灣製嘅。因為青島我杯做胖的，因為會講用啲法國的灰鹽啊，買對奈來的什麼喜馬拉雅山的玫瑰鹽啊，台灣有安好的鹽，唔用咯。錯㗎，人哋台灣即係本身就有個能力吼，有清好嘅農產品，做冇嘅唔用咯，有個想法清好，所以講有個麵包出嘅時間可以見面得因嘅 MIT，可以搶嘅人哋一般嘅個sản婦用人哋可能會mark，你身上也得 MIT mark。哇，
观众朋友，汤阿婆安尼小鸡，要个酸种面包真是无简单呢。你看哦，做的时间时间会轻松，不过啊，其他个最重要的材料，对面粉、对盐、对水，全部系台湾的呢。吃红来啊，也真感动有自家的台湾味哦。大家可以来吃看下先。不过今道的面包故事，让你休息一下，继续同大家分享哦。这条也道好吃的酸种面包，还有哪条精彩故事呢？继续来问阿婆咯。阿婆，头到吃的一个挺特别的酸种面包，我都想讲，有一个问题要问哦。你有讲到之前提嘅好嘅10多天、10多嘅面包的时候，系用嘅卤的嘛，嗰种传统的窑烧的。你自家更加在做一个面包，也叫用一个卤的嘛？无，安尼系用电炉的方式去做，无咧唔系这种柴烧的啦，对太花时间了。嘿哦，用办公，因为烧柴的时间，烧柴的时间差不多5点钟。我请咧炉的底杯，还有等伊咧温度可以做可以烘面包的时间，都差不多都会5-6个小时以上啊。不过窑烧同用天炉的两边做出来，会有差别吗？会有7-8差别啦。因为用的窑的，因为在烤的焖熟的方式，同在你电炉的湿水率这种会有7-8无同样。不过更加天炉的做的清好啦。所以嗰种品质控制到可以差不多。可以弥补啦。99%的都差不多。又可以节省时间的成本。安尼阿婆，那条到安尼通分享啊，连点方的面包系唔系种无包某个东西，无包肉啦，嗰个条的，像无内馅的。安尼面包系纯素食的你不会冇用牛奶啊，那这种都冇，蛋也没有，冇包肉，都全部素食的。冇卵冇牛呢，嗰种是宰人全素的，可以吃呢。可以吃。哇，挺难得的，因为有的面包像台式的面包，青岛一定会加个奶油啦、巴达啦、或卵啊嗰度，因为本地国香嘛。一个真是quite健康的一个面包呢。讲到转来啦你创业到更加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啦，阿婆。安尼系去年3月份过来的，3月份过来正式营业差不多工作室差不多要1年。安尼摕恒春做订单制的差不多1-2年安尼。加上了已经差不多有3-4年的时间嘛你看你对你自家在做兴趣做一块面包的工作，今年有冇个想法吗？一开始很担心啦，将来活不下去安尼啦。唔知有没有认真做啦？不过更加你看你讲，做的嘛有声有色安尼。有个成绩的可能看到你本你的肯定可以可以吃看先继续同支持啦爸爸妈妈都唔会担心的你自家除了有店面之外，堂讲还有在做个事业。有时间安尼去走去屏东市啊，或潮州安尼去摆市集，去再做更多的推广安尼。还有去其他的地方吗？像在屏东嘛？冇，现在更加像在屏东，主要 focus 在屏东，再去做我们在屏东去推广这种健康的面包。安尼屏东人真是挺幸福的，可以吃得到按健康又按好吃的面包。安尼大家吃到这个面包的时候，我唔会同有同样的想法啦。就是讲，有的人去拍会好吃一种，有的人那真是唔关系，会唔会有同无同样的回馈本啊？有像有的安尼买面包，通常都婆婆妈妈，叔婆帮妹啊，叔婆帮妹买几就先生唔会食因为你看先生都讲顺咧唔好食安样的都口感唔好有时咧软软的台式面包唔好吃是唔关啊。不过咧婆婆妈妈因为都讲种都体健康、体好食，因为都自家食，都无差啦，都可能食。都做一个推广嘛，不过有一个重点咧讲，安尼一个食材咧个也是，假使讲有食材咧，你的也是唔管其他的东西，可以买面包这个贵系咪安尼？安尼面包安尼枪式条到有谈讲阿婆讲可以做三明治夹东西嘛
俺们还可以批嘛个呢？俺们可以使嘛个饮料来做一个批面包。哦，像俺们可以煮的浓汤啊，浓汤像玉米浓汤啊，南瓜浓汤啊，番茄汤啊，这些都可以配面包吃。哦，像那个嘛有做的面包的小点，像俺们都切一片一片，啊上面就放可能个空起司啊、番茄啊，或者嘛个沙拉、生菜沙拉都可以。哦，有青岛的偏法，可能这个用法是，哎，要给一般的酸种面包用的保存期会保存够久。那种面包平常安尼放在脑杯可以放2-3年。2-3年。唔爱放较久啊，如果放在冷冻。冷冻哦，可以本来是冰箱蛋糕，本来冷冻放来。冷冻放起来，冷冻放起来可以囤在面包的风味、囤在品质都全部锁住，唔会坏黑。啊，不过按你吃的时间用把推扁都可以吃吗？可是个口感没有影响啊？你还有的推扁都是的。如果按你如 QQ 的。有那个咬劲啊！哦，其他个条都按有弹性的口感含题。问题嘿，按对加热过后、复热过后，如口感如果像在动力出来做的口感通用啊。哦，原来其他个保存也真简单的，同其他个做法，虽然讲其他个做的时间真长，不过其他保存因为就是按简单哦，水。面粉也冇诶，冇其他东西，嗰个基本按简单可以保存诶个久。嘛可以用天宝个整。哦，天宝个。纯咧整啲馒头安尼。加水。加1cc水。哦。唔加水嘛可以。唔加水，你喷1cc水喺外表安尼，都可以整下去，捏下去，都挑起来都差不多都可以吃的。金红片。四方来像像个刚出炉用的嘛。像如果是讲有一些都加1cc水。有的你牙唔痛啊，牙齿可冇好，你加起水整，你像馒头安尼，都圆圆的，好吃。吃的按到个面包，真是条到安尼是上好来，其他最大缺点都是讲，其他个口感改好，轻有弹性，要超过久一些的时间。老人家可能拄唔掉啦。老人家牙齿唔好都拄唔掉啦。不过你教因会用天宝的整。不过天天的吃，真的吃得到俺的食材食物底部的原味，所以在今天讲都健康是人最大一个坚持嘛没错。你自家在做面包的时间，因为也是自家要吃咧，嘛要本落卡饮食咧，所以唔可以加油得无的，像老百姓做添加物啊，人家面包请做添加物，有的用的油唔滴嘛个油，像俺用的种橄榄油，来就去做。油脂的添加呢，像佛卡家都用粗榨橄榄油去做，够健康一些啦，因为橄榄油吃起来够冇负担啦。一定要有个好的品质的材料，要坚持安尼，这样系这个工作是底部面包的坚持。安尼人行来讲啊，这个有的人行头你讲的，super 卖贵，如果人唔会是，给人这个可以是，给人都坚持安尼，可以为了买。还有其他部分影响过怎么样？那部分人行呢？讲个人行会给人适度会有用饭的想法，像有摆啊，喺恒春喺摆市集的时间啊，都有在德国的情侣了，都特别跑来摊位上请压面包，用饭给人贴喺只糖豆人家有讲。网络上看到的，你来请看看呐，有买第一年买的，贵时的都讲，也因的都卡，台式的面包都会安的，真怀念你的家乡于来台湾。3-4年，冇吃到面包，因为这台式面包你们是唔怕，每个人都加米西，对，很特别。我有一摆迄安尼人校同我讲，伊是那杯面包会膨肚，消化不良，会胀气啊，嘛个胃酸逆流，这种是唔花都是那杯面包。伊就摆来买面包吃，贵是讲，真好，唔会膨肚。很好消化的就变成你那个常客嘛没错，每礼拜都会来嘛，每礼拜同标准出炉赶快来光顾安尼嘛，没错。安尼阿婆，这个更加在做抢提店面嘛，也系讲就是机也系现场出炉，有接受工人讲的宅配啦、网络订单这种的嘛？有啊呢，其实主要是做网络的订单，嘛有做宅配的服务啦。你宅配对你们嘅会用冷冻去运送，还是用其他平常的温度？宅配系用 UQ 的
寄常温的入口也。西部地区隔日就会到，因为这种面包可以放啊，常温可以放。真是几方便的，嗰时候用路通通顶，就油的嘛。冇错。你这个还有其他规划讲，你有用办新的口味嘛？更加还得有研究嘛？更加如果像一般人如做新的开发，如用特别的农产品去做一些加工品，去加入安尼面包底度。更加我有做像安尼客家米丝有对薄板，安尼嘛可以用那种天然发酵的酸种去做发酵。你可以做啊？可以做，因为安尼薄板像基本有控米粉嘛，还有安尼面粉，还有控18桶。不过安尼如果一般我要做迄加的泡打粉啊，或者啲小苏打粉去可以装起来，安尼更加可以用安尼酵种来去做，酵种去配发酵球啊，有啲泡起来，安尼就可以拿去吹。用整的嘞？用整的嘞。新的面包用整的嘞？整的面包。更加有得卖嘛？佢谈好了嗰啲咩？公娘有做啦，公娘有做啲薄板啊，有做一些本来的年客吃看看啦，有做接一些小单啦。年节限定嘞，希望平常时的时，假使讲有法度也可以来试看，但是有个按贴配的，用整的啊，用米来做个酸种面包。真是冇试过呢。先到书泡包面应该有亲朋友，因为有时间可能过年过节的时间啦，吃到个年糕有冇？大家知道会强零点冇？会啊。他就有葱芽的还有另外一年葱芽又往伊的米拜好，个冷冻方可能还有前一年留下来的年糕呢。真是会强。不过有一个面包我想讲，应该有可能会有新的方式。几好，今日真是请感谢阿峰带来一个好吃的酸种面包呢。观众朋友，没尝到一个酸种面包，想要抢开来送一下试看下先呢，冇唔错个。哇，看后生人味道这个爱兴趣，坚持一个理念，全部系人的 MIT， 全部系人的台湾的水果啦、材料东西。希望大家继续像阿婆咁样，坚持这个爱兴趣，坚持这个爱理念，更重要系讲坚持支持我们台湾的农产品哦！再一次感谢阿婆带来好吃的面包同安精彩故事哦！希望下一次可以带来更more共用的面包。感谢感谢大家，感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来联络玩。好，谢谢阿婆。现在呢，继续听众先生来运动一下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永恒先生又来哦。今日先生要教大家是等下运动，等下请准备像安尼等下有预备的，因为等下要来推做安尼的把杆，冇有轮的，冇有游来游去的，像稳可以稳，等下天来风的等下。能准备好的吗？准备好的，请放起来，来同先生来做运动哦。等下同的灯呢，转呢另外一片，因为等下安尼呢，动作就会用到安尼的椅背哦。好，安尼来做一个暖身。好，一只手可以板轮。好，来做暖身，来鼓臀层。鼓下来，好，挺胸来，好，你刚刚唔要稳，像2只手嘛可以哦。好，深蹲，鼓下来，挺胸来，脚趾头挺胸来，好，鼓下来，安尼个骨唔要往倒哦。嘛可以当做你的把杆，挺胸来，记得咯，我腰骨要伸出来哦。好，板轮的等呢，做一个脚轮流蹬。做交替，
1、2、3、4、5、6、7、8、9、10。好，伫后背行基步来做压背，你手可以用你的椅背，好，看内心你的背有没有伸直？可以变安尼哦，不能变小山丘，请你伸直拉长，从伊个足跟用诶，做伊个全身，好，慢慢的行过来，低后背，后弯，再过来。再做一个前弯，压背动作。再过来，在前面行，你的后弯。同你做事办的椅背检查看先，我摇来摇去嘛。如果我摇来摇去，要记得玩伊个椅凳呢。好，无凳呢唔怕，嘛可以办论做嘅哦。好，来手用个摇位，脚趾条挺起，吸起来，打口来，数过来，关片。慢慢的做，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好，可以训练你的下半身。记得咯，你的肚子要舒放落哦。好，更加来旁踢腿，好，一样手把那个椅背，好，来先从你的旁边的左右手片，好，踢出去，好，伸出，把呢再伸出，3、4、5、6、7、8、9、10。好，更加的来半片了哦。同样，好，来旁踢腿，1、2，可以人可以牙膏，3、4，加油哦！6、7、8、9，最美的哦！10。好，
两隻手板輪來做舞者姿，後腳下來，腳上去，好，能可以後背一些些，好，其後哦，重新來使用嘅左腳，好，慢慢地低後背，放空來，做停留。唔可以呢，安定都可以，好，可以耶，你的柔軟度夠好，你可以再下去一點哦，加油哦！慢慢的過來彎片，後腳來彎另外一隻腳。可以再往上面伸展，胸口再下去一些。好，過來，來彎片再一擺，後腳，低後背踢，做一個延展。慢慢地下來，彎腳，好，過來，做一個壓背，做一個緩和，偷偷做嘅動作，用到腰位，更加同嘅腰位放鬆鬆。再後推，手搭側咯，慢慢地過來，好，慢慢地多一片，好，側踢，來呼吸吧哦，起胸來，打開來。過來彎片，肚子要數哦。好，更加啲腳臂踢出去，伸出。踢出去，伸出，中下，吸，好，來彎片，一、二、三、四、五，好，來做一個壓背，再過來，往後伸展。後彎，再過來，再一擺，往後伸展，慢慢地過來。今日動作，你學會冇？學會嗬，記得明日都要同先生來做運動哦。運動可以保持健康，夠自信，嗬，
好好运动，俺能下次能来了。